是哪里参悟的不对，修炼错了。啊，汤药熬好了。啊，有劳夫人。 夫君，你的伤势未愈，修炼不能操之过急。夫君，对不起了。师兄，师兄尽快看，我怕胡生醒来察觉。青梅，你不要紧张，除非你下的迷魂药粉不足，否则他不会这么快醒过来的。这些字怕是上古时代的字符，看得懂吗？我虽隐匿在万古族，但也潜心钻研狐族法术，从未间断。我想这噬天诀需要灵力推动才行。青梅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师兄要我如何帮助？我们一同施法，施展灵力，或许就能打开这噬天诀。来。 三界，先觉逆乾坤，血月日时刻，自愿换一心，度化天劫过，重生修为人。夫君，你醒了。 身体可好些了？时辰还早，夫君再睡会儿，我去给你准备食膳吃。不，夫人，看你便是一宿未睡，不要再操劳了，一起躺下歇会儿吧。夫人，你我成亲这么多年，夫人为了我和族中上下受累付出，胡生 感激万分。等我练好噬天诀后，我定会多花时间陪伴夫人。王后，司徒长老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本后可在这里等候多时了。王后这么着急找我，有何事啊？混账！你答应本后的金黄心窍呢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司徒不敢。如今，我正抓紧修炼妖兵。 好让大王子早日夺得金黄心窍。你身上怎么会有香味儿？你私离万古族去了哪里？见了谁？
王后不要误会，是这样，为了提升这些妖兵的法术，我不惜冒险潜回胡族，就是为了能够找到噬天诀的法术。此事没有禀告王后，让王后担心了，是司徒之错。谁担心你啊？我心里只想着王儿。结果呢？王后请放心，如今我已经找到了噬天诀的训练要领，不久，我将会训练出无坚不摧的幻影妖兵，为王后所用。你上回不是说要利用郑吉那个野种来取得金黄心窍吗？那干嘛还要动用妖兵这么大费周章呢？那个孽种狼子野心，本后知道你很难控制它，所以我来帮你。来人，在。拿给他。是。王后，这……这是那贱人的手。你不是说过，郑吉最大的弱点就是孝顺吗？把这个拿给他，看看他还敢不敢违抗你的命令。若是他还一意孤行，下回拿出来的可就是他娘的人头了。大人怎么不走了？本尊掌管寒冰地狱，却因你擅离职守，再不回去看看，恐怕天帝会责难了。原来大人也有惧怕之人啊！本尊是怕镇压在寒冰地狱里的万妖有何异动，危害三界，且会像你一样，自古私情私欲，无聊至极。既然大人觉得小维无聊无趣，那就不要管小维了。你回你的寒冰地狱，做你的地狱之主，任小维自生自灭吧。想得轻巧。你不是答应过本尊，如果本尊救了王英，你就随本尊回寒冰地狱，听凭处置吗？大人不是在说笑吧？王大哥是李靖牺牲了九仙花才换回的性命，这应该不算是大人所救吧？好个过河拆桥，好个聪明至极的小狐狸！大人过奖了。也罢，本尊便不与你计较。但记住，好好完成与本尊的赌约，本尊等着看一场有趣的好戏。大人请放心，小维是不会让大人失望的。大人慢走，小维不送。我怎么了？竟然舍不得他离开。小维姑娘，这是去哪儿了呀？昨天好像一整天都没见到你啊。我的事情不用莲儿姑娘费心了。哼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可不想跟你再纠缠。我是想告诉你，我师弟可不像王英和萧阳那种人，贪好色相，整天跟个没头苍蝇似的围着你们姐妹转。还有，我提醒你，让你那个好妹妹离我师弟远一点。
别整天一肚子坏水想把她带坏。莲儿姑娘要是有本事，就把彩雀比下去，不要让你师弟再纠缠我妹妹，否则就是莲儿姑娘没有彩雀漂亮，吸引不了你的好师弟。管好你自己吧。这才乖嘛，走吧。哇，这么多姻缘结，没有800又1000对吧？彩雀，你说是不是每一对都灵验呢？这世上有这么多男男女女，可月老只有一个，你说他能管得过来吗？月老是神仙，当然管得过来了。
神仙有什么了不起？神仙当然厉害了，我听人家说，来这月老树下的男女，只要在树上系上一根红绳，愿望就会实现，很灵的。我才不信！如果月老真的这么灵的话，哪会有这么多痴男怨女啊？你们人呐，就是笨。彩雀，你为什么老是说你们人呢？难道你不是吗？都怪我师傅啊，他总是说这句话，我跟他学的嘛，好玩。原来是这样啊。哎，彩雀，那你师傅是仙，你呢？你也是仙吗？你问这话什么意思？如果我不是仙，你就不跟我待在一起了？不是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喜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说你喜欢我？我们是朋友嘛，我当然喜欢你了。傻子，你笑什么？因为你在笑嘛。可我一看到你师姐就笑不出来了，她很不喜欢我。你是不是很快就要走了？还不知道，王大哥和公主找到九仙花驱除妖印没有？不过我觉得南疆很好玩，我会跟师姐商量留在南疆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分开了。你放心好了。你爱走不走关我什么事啊？我放什么心啊？彩雀，那个，其实呢，好朋友也能永远在一起的。我跟你又不是一对，系什么红绳啊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月老虽然事务繁忙，但总归是神仙呢。如果我们两个系上这个，请求他保佑我们能像现在这样一直在一起，也许也会灵验的。你和他在一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，与其日后反目成仇，倒不如现在了断来得干净。月老很忙的，我们别麻烦他了。我饿了，回去吧。小维，王大哥，小维，你来了。你们终于回来了。我前几日便到了，听说你们去了巫神山，终于把你们盼回来了。公主，郑公子，好久不见了，你们可好？我们还好。小维，你是何时到的？夏表兄和阿莫都来了吗？啊，阿莫姑娘的伤势还没有痊愈，萧公子正在照顾她。小维实在是太想念你们了，所以便留下了书信，自己先行赶过来了。你怎么可以自己一个人来呢？这样太危险了。眼睛全好了吗？都好了。我知道，可能是小维自己太过任性。不过王大哥，请放心，我说过了，不会成为你的负累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。难道大哥不信任我？不是不相信你，只是我答应过你要好好照顾你，结果又让你一个人千里奔波来到这里。万一路上有什么事情，你叫我如何安心啊？可是小维见不到大哥，也会不安心啊。好了，你看，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先不说我了，我听庞郎还有彩雀说，你们去了巫神山找九仙花，可找到了？哦，山路陡峭，我们无功而返。那可真是太可惜了。小薇姑娘，我们一路奔波，大家都累了，先进屋再说吧。你看，这都怪我，见到王大哥一时太过高兴，都忘了你们定是疲累了。那咱们还是赶紧进去，正好我准备了王大哥最喜欢吃的饭菜，给你们接风。小薇，你是如何知道我们今日会回府的？
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心有灵犀吧。公主，是我，小维。进来。公主，我拿了些干净衣服过来，好让你洗漱之后换上休息。小薇姑娘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们是朋友，不必了。正是因为公主拿我当朋友，是自己人，小薇更应该好好照顾你啊。而且我听王大哥说，公主不愿奴婢来别院伺候，想必是不想外人打扰吧？我只是不愿意让人看到我头上的疤痕。小薇，我现在已经不是公主了，很多事情都可以自己打理的。公主金尊玉贵，又没有阿莫在身边，无人照顾怎么行呢？再说了，即使你现在不是公主，也是王大哥的义妹啊。有什么要吩咐的，千万别跟小薇客气。我没有跟你客气，小薇，以后别再叫我公主了，免得旁人听见，猜疑我的身份。那就让小薇帮公主。静儿，你梳头吧。有劳你了。怕吗？小薇，我们认识的时间也不短了，也共同经历了很多事情。如果你害怕我这头上的怪东西，但说无妨，我不会怪你的。小薇真的不怕，比这更可怕的伤，小薇也见过。静儿不必介怀。以前，我总觉得萧表兄以貌取人，太过于肤浅。再美的容貌，也有苍老消逝的时候。可是，自从自己的容貌毁了之后，才知道皮笑的重要性。静儿不是最希望做寻常女子吗？可是这寻常之人，最看重的就是皮相，男女老少，皆是如此。大哥就不会，他跟旁人不一样，他不会被美色所迷惑的。的确，王大哥确实跟旁人不一样。小薇，你真美。静儿过奖了。司徒长老，好久不见，二王子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给你送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你自己看。娘！你们把我娘怎么了？还留着性命。不过日后怎么样，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。你们到底要怎么样？要杀要剐冲我来，别伤害我娘！
此话差矣啊，二王子。今天所有的这一切，是你自己选择的，是你在让你娘受苦，你怎么可以把这个责任推到我的头上来呢？当初你若不逃走，你娘怎么可能替你受苦呢？闭嘴！要不是你和王浩欺压排挤我们母子，我何须独自逃走，把我娘一个人留在族里受尽凌辱？你若有权有势，谁敢动你娘分毫啊？不过，话说回来，多日不见，二王子本事长了不少，你竟能杀我妖师，所以你是来杀我的吧？我知道，你们一直都想斩草除根。好啊，我悉听尊便，你们可以杀了我，但是别再碰我娘，否则的话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。你又猜错了，我是来帮你的。帮我？哼，我看是来害我的吧。想要不被害，那你就要强过对方；想要不被人踩在脚下，那你就要学着把别人踩在脚下。我今天是来提醒你，如何才能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一切，如何才能保护你想要保护的人。我不需要你的提醒，想杀我就干脆些，何必弄些旁门左道来陷害我？你这是哪儿的话？我问你，我胸口的妖印是不是你下的？原来是为此事啊。的确是我所为。为什么要陷害我？因为你是半人半妖，若是不为你下封印，你怎么可能和那些常人一样呢？你胡说！我是人，堂堂正正的人，我怎么可能是妖呢？好，此事以后你去问你娘，便知我今日所言句句属实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，是为了让你们母子二人不再受折磨。你与王浩蛇鼠一窝，狼狈为奸，你以为你三言两语就能蒙骗我吗？你不信也罢。我说你怎么就不能好好想一想呢？啊！我若真的是有心加害你们母子二人，我早帮王后下手了，又何须等到现在？你以为你们母子二人能够活到今天，是你们聪明，还是有老天在帮你们？你母亲的事情，是我太大意了。我没想到王后，她会真的下毒手。够了，收起你那虚伪的慈悲心吧。与其在这说废话，不如直截了当些，说你今日来此有何目的？要是想让我帮你夺得金黄心窍，去救大王子的话，你现在就可以走了。难道你就不想得到金黄心窍吗？啊，你不喜欢静公主吗？那我告诉你，是王后想要得到金黄心窍，去救大王子，此事与我无关。我只想得到一样东西，你去帮我找到一本妖典，只有你能够找到，我可以帮你挽救静公主，并且可以让你得到无上的权势。你一再说要帮我得到权势，为什么？权势不好吗？啊？你要是有了权势，你就可以号令天下，呼风唤雨，你也可以保护你娘，你也可以得到你心爱的静公主啊！我不需要，我很快就会回到万古族，把我娘救出来。你去吧，你去吧！以你个人之力去救你娘，那是以卵击石。即
即便你能带着你娘逃离万古族，那也会成为万古族的叛徒，也难逃过王浩与众人的追杀。而到了那时候，你万古族王子的身份就会暴露，你的朋友就会把你当成外族人。你以为他们会毫无芥蒂地再相信你，把你当成是朋友吗？当日你离开万古族，去到中原，就是为了能够建功立业，让你们母子二人能够过上好日子。没关系，啊，这些我可以帮你完成，只要你能够帮我找到妖典，我可以保护你娘，可以保证她平安无事。我不想拖得太久，我没这么大的耐心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总有一天，你会明白我的苦心。喝酒误事，喝酒误事，可别误了我一营的事。这三更半夜的，谁家的姑娘在哭啊？果然是喝酒误事。真的有人在哭啊！姑娘，这么晚了，怎么待在这儿啊？姑娘，这三更半夜，你是不是迷路了？那姑娘怎么了？你家在哪儿？不然我送你回去吧。这位大哥有所不知，我是被夫家嫌弃、打骂出来的。什么？这么晚了，赶一个女子出门？你夫家是谁？我帮你说出去。我家就在巷口内。走，我这就送你回去。大哥，我的脚麻了，站不起来。我来帮你。彩雀，别走！哎呀，师姐，你干嘛呀？你连做梦都梦见彩雀，你色欲熏心了你！我没有，还敢说没有？整天被那个彩雀迷得神魂颠倒的，你是不是连我和我爹都忘了？我为了拯救你，为了除妖师的责任，你必须赶紧马上离开，听到没有？我不去，我还没睡醒呢，等睡醒了再说。你给我起来！都睡成猪了你！师门戒律你弃之不顾，整日因为儿女私情耽误杀妖除魔。除妖师的职责是什么？杀妖。现在天下太平，妖也除了，你还在那惦记那个彩雀，啊？你是不是连我爹的遗嘱都不记得了？你还记得吗？我爹说什么，你是不是都忘了？什么？杀妖除魔，光耀师门。师姐，师傅说的话我没忘。可是公主的妖咒还没解除，我总不能就这样甩手走人吧？要知道，公主可是在我这个除妖师面前中的妖咒，我也有责任啊。
公主妖咒未除，我不能离开。哎，师姐，你记不记得？我记得什么？你自己都神魂颠倒了，我还记他干嘛？师姐，你生什么气啊？我是认真的。我记得咱们小时候，师傅曾经说过，我家祖上13代都是除妖师。当年，祖上流传下了一本妖典，上面记载了各种妖魔鬼怪，还有一些除妖驱邪的法术，对吧？是啊，怎么了？在哪儿？什么在哪儿啊？那都是我爹讲的故事，谁知道真的假的？你找他干嘛？我就想，如果我能找到那本妖典，或许就有办法去除公主的妖咒。哼，要是真有那宝物的话，我爹早就拿出来修炼了，还至于被妖害死吗？可师傅从来不开玩笑的，更不打诳语。师傅说有就一定有，而且，既然是我祖上流传下来的，应该会留给我呀。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你是说我爹独吞了你家妖典吗？不是，师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就是想，妖典既然是宝物，师傅一定会谨慎收藏。你帮我想想，师傅留下的那些遗物当中，会不会有什么线索，咱没有注意到的？可是我爹留的那些宝物，我们都带在身上了，也没见什么妖典妖册的。哎，那会在哪儿呢？我看你是在这儿故意打岔吧？自从你遇见那个彩雀，你整个人都变了。你是不是不把我的师姐放在眼里了？你是不想认我这个师姐了，还是不想做除妖师了？怎么会呢？做除妖师是我从小的夙愿，捉妖成恶，绝不会更改的。你说的真的吗？当然了，比真金还真。算你小子有良心，妖咒除了之后，赶快离开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让我先想想，妖册到底在哪里？这刘福伟为人素来古道热肠，颇受军中兄弟爱戴，也从未得罪过什么人。没想到今日竟惨遭如此毒手，还请将军节哀。不知刘福伟死因为何？从刘福伟胸口伤痕看，是心脏被活生生剜出啊！剜心？敢问将军是否去过现场？在现场有没有发现搏斗过的痕迹？或者凶手是否留下任何线索？现场根本就没有任何搏斗痕迹，凶手更是什么都没有留下。想这刘福伟也是习武之人，颇有身手，却被一招致命，直取心脏，连过多挣扎的痕迹都没有啊！这凶手的武功也太过阴毒厉害了。心被掏了，这跟老妖之前害人的行径不大相同啊。王校尉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不是。只是看到此景，我在想，到底是何人如此狠毒？也在替刘福伟感到惋惜。我这边关之地本来就缺兵少将，前些日换防派来的都是刚招募来的新兵，怎知这负责教练的刘副尉又被杀害？不知王校尉能否暂代教练一职，替本将训练新兵啊？末将领命，责无旁贷。好。刘副尉遭此横祸，营中人心惶惶，而新兵训练又是刻不容缓。郑贤弟，与我一同训练新兵如何？多谢大哥举荐，小弟真是感激不尽。只要能够报效朝廷，保家卫国，小弟当然义不容辞。难得郑贤弟一片忠君报效之心，那以后我们就是军中兄弟了，好好的互相照顾，一起为朝廷效力。哎，对了，这几日怎么没有见到静儿？因为他脸上的妖印一直没有消退之意，他终日都躲在别院里，不肯出来见人。可他这样把自己闷在房里面，恐怕更加会胡思乱想，对恢复无益啊。该说的我们都说了，小维也劝了他好几次，都没有什么效果。现在只希望能早日找到驱除妖咒的方法。也只能这样。
这是南疆上好的贡菊，有聚气凝神之效，是李将军专门托人送来的，气味甘香纯正。静儿尝尝吧。不了，你喝吧。还是尝尝吧。出宫这些时日吃的都是粗茶淡饭，难得碰到这样的好茶。小薇，你真的不用来陪我，我没事，不会做傻事的。静儿不希望外人来别院伺候，王大哥和郑公子又忙于军务，如果小薇不陪伴，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。再说了，静儿一人在别院当中，难道不闷吗？闷呢。以前有阿木和萧表兄，每天都很热闹。可是现在他们都不在身边，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。阿木还受了伤。阿莫有萧公子陪伴，应该没事的。他们俩就像是针尖对麦芒，一刻都不得安宁，好像天下都要大乱了。来，尝尝吧。死的心是否就可以不会爱，不伤心，却只怕无人的夜里，那回忆来侵袭，它占据我长在我心里，错乱的爱情，忘记了聪明，心碎的声音，死的心是否就可以不会爱，不伤心，却只怕